來看高雄三民區一間國小邊的公園，有家長發現講，這放學時陣呢，攏有一個查甫人來這擺檔賣四手啊，買物件甚至有中國食品。家長認為講，安尼生會有安全的疑慮。車人呢，警方和衛生局就派人去稽查。除了公園袂當擺檔，先甲這個販仔開罰單以外，佇咧販仔厝內面也發現到無繁體字標示的中國四手啊，同款會來加罰錢。放學時間到，一大群囡仔圍佇咧大頭買物件。有家長打問講，高雄三民區的義德公園最近出現一大攤販，專門佇學校邊仔賣四手啊。因為敢若具備中國食品，家長講這具食安的疑慮。囡仔唔知好歹就食落腹肚，若是出問題，誰要負責？望衛生單位甲學校愛重視這個問題。手手啊掉了，你看。已經來賣足久的啊。賣好啊，足久啊。足久的啊。大約你有印象是幾個月還是？他幾檔啊啦。小朋友他哪知道，他也不會注意去看。他喜歡吃的，偶爾他就買啦。如果是分裝的方式，那可能也標示不明，那個有效期限那些等等都是很多問題，所以我們也持續的跟老師宣導啊，在利用教師晨會的時候，跟老師宣導要教育孩子不要去購買。佇咧擺檔附近的塗骹，閣有看到中國四手的包裝袋啊！警方中晝隨來巡查，也當着這名姓林的查甫攤販準備擺檔做生意。除了按照道教法開單處罰，嘛要求其袂使閣來遮擺檔。另外，衛生局前往攤販厝來稽查，有發現2包中國的四手啊，攏無中文正字的標示，因為攤商無法度交代物件來源，將會依法裁處。依統法第47條，處新台幣3萬元以上300萬元以下罰鍰。現場亦因統法第52條規定，銷毀2包違規產品。因為這款中國四手啊引起食安疑慮，衛生局表示，後續會甲教育局、警察局互相配合，佇咧校園時課練等加強巡查。校方強調會加強對囡仔食安教育，也拜託家長鬥關心，提醒囡仔唔通學白買來路不明的食食。記者柯嘉如、邱朝陽、高雄場報道。